你看看看，像这么短短的了，这个黄秋葵，你看棱角比较明显，那么短短的要采收了，不然呢会太老了。它旁边这个叫白秋葵，白秋葵人家那么长，那个还不是很长的，还有更长的，像大拇指这么粗的，只要尾端哦。要尾端啊，尾端弯得下去啊，还可以煮菜来吃。有的时候这个像削铅笔那样削一削，削铅笔那样削一削，用蒸的就好了。所以的养分呢，营养比较不会流失啊。有胶原蛋白，用那个谷歌数位助理 Gemini 来查询说有果胶的丰富的果胶，什么膳食纤维啊，一般说喂豆秋葵啊，里面这果实里面豆荚里面就有豆啊，但一般都吃嫩嫩的豆很嫩的时候来吃啊，等那个豆都很老的不容易。它这个煮的汤粘稠，就是有胶质，一般都说胶原蛋白对皮肤好。这样查那个网络说有果胶有膳食纤维，也是对肠胃道好。你看这个秋葵，还有另外紫色秋葵的，这是白秋葵，这黄秋葵，它棱角不一样哦。白秋葵，你看那棱角不明显，可以很长，只要尾巴弯得下来，还可以煮菜来吃，还不会太老。你看这个黄秋葵的，才5-6公分左右，就要赶快采收了，不然就会太老了。太老了，纤维很粗了，不容易咬来吃。就开百里透黄了秋天赶快采收，能够耐热又耐湿的秋葵，肉行了。